Hello， 大家好啊，我係祖記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 Archiface 金桑子啊。咁首先咧就問問大家啦，有冇用過 Archiface 咧？咁如果有嘅話啦，咁喺留言區嗰度打個1啦；冇嘅話咧就打個0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啦係講埋啦，你哋係用緊邊一個嘅型號啊？咁大家知唔知點解咧？香港呢一個啦係寸土尺金嘅地方啦，呢一部咧係發出香檳金嘅光芒，跳動住咧係大指針嘅音響啦。點解咧係會被無數人啦係奉為咧終極嘅崇仰嘅咧？咁呢一個大名鼎鼎嘅金桑子啦，由1972年啦一位咧係大師嘅出走自立門戶開始啦，佢哋咧點樣咧係憑一己之力係打破咗西方嘅偏見，甚至咧係用黑科技解決困擾音響界百年嘅痛點嘅啦。咁今日咧就等我哋啦係一齊倒流時光啦，深度拆解一下啦呢一個日本殿堂級嘅品牌嘅半世紀嘅傳奇歷史啊！咁喺開始之前啦，希望大家啦可以訂閱祖記嘅3條頻道啦，分別咧就係主頻道嘅呢一條祖記攻略啦、知識台嘅祖記2台同埋係新聞台嘅祖記3台啊！咁如果都 OK 晒嘅話咧，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去到1972年，係睇一睇呢一位嘅大師係點樣出走先。喺1972年咧，日本嘅音響界咧就迎嚟咗一個重要嘅轉折點。當時嘅 Trio Kenwood 其中嘅一位創辦人沖日二郎咧，眼見當時嘅音響市場咧，為咗追求咧係大量嘅生產同埋係想降低成本啦，不斷啦係犧牲緊音樂嘅質素啊。咁佢對呢一種嘅風氣啦就感到非常不滿啦。咁啊為咗啦係實踐對於聲音嘅追求啦，佢咧就決定啦係帶領住團隊裏邊最核心嘅工程師啦係集體跳槽。咁喺日本嘅東京大田區咧，正式咧就係成立咗 Cansonic 呢一間嘅公司啊。咁呢間公司咧，亦即係咧係頂級音響品牌 Archiface 嘅前身啦。咁喺創立嘅時候咧，團隊咧已經咧係定下咗明確嘅宗旨啊，就係咧將追求極致音質咧係擺喺唯一嘅首要位置啊。堅持啦係採用啦純手工同埋咧係限量生產嘅方針啊，咁啊唔同市場嘅商業利益妥協噶。與此同時咧，佢哋咧就為旗下嘅產品啦係創造咗一個啦係由 Accurate 同埋 Face 兩個英文單字組合而成嘅品牌名字啊。咁咧呢一個名就係 Archiface 啦。咁呢一次大師嘅出走啦，同埋新公司嘅成立啦，唔單止啦係標誌住咧一個傳奇日本音響品牌嘅誕生，更加啦係為往後幾十年全球高級 Hi-Fi 器材嘅發展啦，係奠定咗一個啦係極之深遠嘅聲學設計基礎噶。喺1973年咧，成立咗冇耐嘅 Cansonic 啦，就正式啦係推出咗佢哋嘅創業處女座啊，亦即係咧 C200 前級同埋 P300 後級分體式嘅放大器啊。咁呢一套器材一問世啦，就憑住咧紮實嘅聲音表現係震驚全球高級嘅音響界嘅，成功啦係做到一炮而紅嘅。咁當時嘅設計團隊啦喺電路嘅研發上邊啦係極其嚴謹嘅，令到呢兩部機器啦具備咗當年咧係非常罕見嘅超寬頻率響應，以及咧係極高嘅信噪比啊！喺規格嘅指標上面咧係遠遠領先同業噶，咁為高級音響設計咧樹立咗全新嘅標準嘅。咁呢一套創業作啦，唔單止啦喺日本本土市場咧係大受歡迎，仲成功啦係銷往要求極高嘅歐美市場啊！當時西方音樂圈啦，普遍對於日本音響咧係存在住一種嘅偏見嘅，認為咧日本機器啦，往往啦只有係冷冰冰嘅規格數據，而缺乏音樂味啊。而 C200 同埋 P300 嘅細膩音色啦，就啱啱啦係打破咗呢一個啦係黑板嘅印象喎。咁如果留意呢一個時期嘅外觀細節啦，會發現啦鋁合金面板上面咧係印有公司名 Cansonic 同埋咧係品牌名 Archiface 嘅雙重商標啊。咁呢一個特別嘅歷史痕跡啦，到咗今日啦，已經啦係成為咗資深收藏家眼中極具價值嘅標誌噶啦。更加令人佩服嘅係咧，由於當年嘅電路架構啦係極之穩固啦，內部嘅用料啦亦都啦係完全不惜工本啊，造就咗器材啦係擁有極高嘅耐用度噶。時至今日啦，雖然啦已經係過去咗半個世紀啊，
但係咧依然啦有好多當年啦係留落嚟嘅元祖機啦，可以咧係正常運作㗎，維持住咧係極高嘅水平嘅聲音質素啊！咁喺音響界裏面啦，真正咧係締造咗一個咧係長壽嘅神話，亦都啦為品牌日後嘅高品質形象啦係打落咗一個牢固嘅根基添㗎。喺1974年咧，Cansonic 咧就迎嚟咗品牌發展史上另一個重要嘅時間喎。咁為咗啦令到更加多嘅大眾音樂愛好者啦有機會啦係體驗到頂級音質啦，而唔需要啦係負擔分體式嘅前後級嘅昂貴售價同埋複雜嘅接線啦，品牌咧就決定啦將之前喺分體機累積到嘅聲學技術咧係全面下放啊，正式啦係推出咗旗下第一部合併式擴大機 E202啊！呢一部機嘅面世啦，成功啦係為高級音響啦喺大眾市場嘅普及化啦係奠定咗啦重要嘅根基啊，係作為 Acouphase 全球熱銷至今久經不衰嘅 E 系列合併機嘅始祖啊！ E202啦喺當年嘅規格性能表現上面啦，可謂啦係相當驚人啦。喺8歐嘅負載條件之下啦，佢啦就可以啦係提供咧係每聲道高達啦100瓦嘅強勁輸出功率啦。咁憑住呢一種啦喺當時啦係極之強悍嘅推動力啦，佢啦就可以啦係輕鬆啦應付市場上面各類對於電流要求極高、被普遍啦係認為極之難推嘅喇叭，咁啊展現出啦超越同級器材嘅控制力啊！咁除咗輸出功率強大啦 ，E202啦，亦都啦係因應當時啦黑膠唱片嘅全盛時代啦，特別咧係內置咗高質素嘅風爐黑膠放大電路啊，並且咧係配備咗啦極之豐富嘅音調調節功能㗎，切合唔同玩家嘅偏好啊，一推出啦就深受市場嘅歡迎㗎啦。咁呢一款機型啦，最後啦喺日本本土以及啦係海外市場啦，都係創下咗咧令人震驚嘅銷量啊！唔單止啦係成功打響咗名堂啦，更加啦係為公司早期嘅聲學技術研發啦提供咗啦係極之穩固嘅財政支持㗎。喺1976年啦，佢哋啦就推出咗 P20 功率放大器喎。咁呢一部器材嘅面世啦，進一步啦就係深化咗啦，日後係沿用至今極具辨識度嘅香檳金鋁合金面板外觀嘅 DNA 啊。呢一塊招牌面板嘅背後啦，係隱藏住啦係極之嚴苛嘅製造工藝嘅喎。必須啦係要經過啦多重繁複嘅拋光，同埋咧係特定嘅氧化處理啊。完成咗之後嘅面板啦，喺唔同嘅角度嘅光線照射之下啦，係會折射出咧一種啦係高貴嘅光澤啦。整體色調設計啦係刻意避開冷冰冰嘅金屬感啊，目的啦就係希望咧係可以營造出啦溫暖典雅嘅氛圍啊。呢一種香檳金面板嘅外觀風格啦，歷經半個世紀嘅時間洗禮啦，都啦係幾乎未曾改變嘅喎，成為咧係全球發燒友啦一眼就可以係認出嘅身份象徵啊！咁佢啦就成功啦係跳出咗一般電子器材啦，會係隨住時間流逝而係顯得過時嘅宿命啊！將工業設計升華為品牌啦，係獨一無二嘅美學資產嘅。喺1982年咧，適逢係品牌創立10週年啦，佢哋咧就迎嚟咗啦一個極之關鍵嘅重大轉變喎。管理層啦就決定啦係將原本嘅公司名 Cansonic Laboratories 咧係正式啦係更改為啦係 Acouphase Laboratories啊，成功啦就將企業嘅名同埋產品嘅品牌啦係融為一體㗎。咁呢一個決定啦，背後最主要嘅考慮啦就係因為啦 Acouphase當時啦喺國際音響嘅市場上嘅名氣同埋聲譽啊，已經啦係遠遠超越咗母公司嘅名字㗎啦。咁改名啦就可以啦更加有效咁樣啦係去強化全球品牌嘅效應啊。咁喺新嘅名入邊啦，團隊咧就特別啦係保留咗 Laboratory 呢一個嘅英文字，目的咧就係要話俾所有人聽啦，公司上下啦將會啦係永遠保持啦對聲學技術嘅探索同埋鑽研嘅精神啦。與此同時啦，公司啦喺改名之後啦，更加啦係做咗一個啦係好大膽嘅商業決定啦，就係啦全面啦係砍掉所有中階嘅副線產品啦。佢哋咧就將所有嘅資金、人力
同埋研發嘅資源啦，100%咁樣啦，係重新係聚焦去到最頂尖嘅 high-end 音響器材研發上面啦，實行啦係精益求精㗎。咁呢一次改名啦，唔單止啦係文字上面嘅轉變啦，更加啦係品牌發展史上嘅一個全新起點啊！佢咧就標誌住啦呢一間公司啦，由10年前一間係充滿熱血、挑戰市場傳統嘅新興挑戰者啦，正式咧係蛻變成為全球公認嘅日本高級音響代名詞啊！喺1986年啦，面對住啦係80年代數碼音訊同埋 CD 唱片嘅爆發性嘅興起啦，Arcade-Phase就決定啦係迎戰呢一股嘅數碼浪潮喎。當時咧好多嘅傳統音響廠啦，對於新嘅技術啦，仲係保持緊觀望嘅態度。但係咧，佢哋咧已經咧係率先咧係投入巨額嘅資金，全力研發啦最頂尖嘅數碼音訊解碼技術啦。最終咧品牌就推出咗咧係被譽為啦係當時分體式技術天花板嘅旗艦組合 DP80 CD 轉盤，同埋咧係 DC81 數碼類比轉換器，震撼咗整個嘅高級影音界㗎。咁喺呢一套分體系統入邊啦，設計團隊啦就首創咗啦係由精準電阻同埋咧係分立元件組成嘅16bit 多位元解碼電路，成功消除咗早期數碼音訊最為人詬病嘅高頻雜訊同埋咧係交叉失真啊，令到聲音還原啦係更加自然㗎。同時啦，負責讀碟嘅 DP80 轉盤啦，喺機械結構上面啦，亦都啦係做到極致㗎，採用咗金屬鑄製嘅機件，同埋咧係專門設計嘅陶瓷懸浮避震結構啊，將光頭讀碟時嘅失真率咧係壓到最低㗎。咁呢一套旗艦器材嘅誕生啦，係打破咗啦當時啦係數碼聲一定啦係乾爛生爛嘅魔咒啊！更加啦係以無可挑剔嘅聲音同埋動態表現啦，係奠定咗啦 Arcade-Phase 往後喺高階 CD 同埋咧係 SACD 播放機領域入邊咧係不可動搖嘅先驅地位㗎。喺1987年啦 Arcade-Phase 就有一個技術上面嘅重大突破啦。咁為咗啦係打破西方圈子啦，普遍啦對於日本音響咧係存有聲音生冷，偏向冷調嘅刻板印象啦，研發團隊咧就希望啦係打造出一部啦係音色極致、富有音樂感嘅放大器啊！最終啦，品牌就喺當年正式推出咗啦純 A 類嘅立體聲後級放大器 P102啦，咁成為品牌純 A 類發展史上一個極之重要嘅先驅里程碑啊！得益於純 A 類電路嘅運作方式啦 ，P102啦就帶嚟咗啦係極其絲滑高貴嘅中高頻表現啦。當播放人聲或者啦係古典弦樂嘅時候啦，嗰一種細膩嘅樂器線條感同埋咧係飽滿嘅歌聲啦，喺當年音響界啦係堪稱一絕㗎。咁啊，而為咗支撐純 A 類運作所需要嘅龐大電流啦，呢一部機啦喺用料上啦係完全不惜工本㗎。機身內部啦係塞滿咗啦精選嘅發燒元件同埋係巨型嘅散熱器啊。咁呢一種純 A 類技術嘅開展啦，就獲得咗啦係空前嘅成功啦。咁呢一個成果啦，唔單止係幫品牌啦係贏盡咗聲譽，更加啦係直接啦確立咗 Arcade-Phase 日後啦係沿用至今嘅戰略啊。自此啦，品牌啦就正式啦係劃分兩大派系啊。一邊啦就係主打啦係溫柔細膩嘅純 A 類，而另一邊咧則係追求動態強勁、控制力強嘅 AB 類啊。咁呢一種雙線並行嘅產品方針啦，成功啦係滿足咗啦全球唔同口味發燒友嘅要求㗎。喺2001年啦 Arcade-Phase 嘅電路研發上咧又再有突破咯。咁正式啦係推出咗一項咧係影響深遠嘅獨家專利，名為啦係 MCS 啊 Multiple Circuit Summing 多重電路並聯放大技術啊。咁呢一項設計嘅核心概念啦，就係透過咧將多組完全相同嘅放大電路係進行極之精密嘅並聯運作啊。設計工程師啦就巧妙咁利用咗物理嘅特性啦，令到各組嘅電路內部嘅雜訊同埋雜散嘅電流咧喺匯合嘅時候咧係互相抵消㗎，從而啦係達到啦徹底消除底噪嘅技術目的啊！得益於 MCS 嘅技術啦，喺 C245前級同埋啦係 P7000 後級呢啲器材上面嘅首度應用啦，
擴大機嘅信噪比表現提升到咧係一個極之驚人嘅層次啊！當器材運作嘅時候咧，音樂嘅背景啦係極其乾淨啦，令到樂曲入邊原本啦係好微弱嘅弱音同埋錄音嘅細節啦，都係無所遁形噶。仲有嘅係咧呢一種多重並聯嘅設計啦，亦都啦係大幅度咁樣降低咗啦，係整個放大電路嘅內部阻抗啊。內阻降低啦，就意味住啦器材嘅大電流輸出能力啦係得到激增噶，令到擴大機對於喇叭單元嘅控制力啦係顯著提升啊，能夠啦係更加游刃有餘咁樣啦係應付大動態嘅樂段啊。咁呢一項喺千禧年代初誕生嘅革命性技術啦，並冇隨住時間而被淘汰噶，相反啦，團隊喺隨後嘅日子入邊啦係不斷啦係對佢哋啦係進行優化同埋改良啊。將佢哋咧係進一步升級為咧係 MCS Plus 技術嘅，時至今日啦 ，MCS 咧依然咧係所有金桑子高階擴大機入邊最核心、最不可或缺嘅電路靈魂啦，成功啦係做到啦係世代傳承，繼續啦係為全球發燒友啦係帶嚟純正無瑕嘅高保真聲音嘅。喺2002年啦，品牌創立嘅第30週年啦。Arcade-Phase 啦，就再成功啦，係研發出一項嘅黑科技。呢一次啦，就徹底解決咗啦，係困擾咗業界近100年嘅大問題啊！咁喺傳統嘅音響設計入面啦，無論啦係幾高檔嘅機都好啦，往往咧都係要依賴啦探母電位器嚟調校音量啊！咁呢一種傳統做法啦，就帶嚟咗啦係好大嘅後遺症啊！機器用耐咗啦，元件啦就會係老化，並且啦係產生出咧沙沙聲嘅雜聲噶，而且咧當喺開細音量嘅時候啦，好容易啦就係會出現啦左右聲道啦音量不平衡，甚至啦係音場啦係偏向一邊嘅情況啊！咁為咗解決呢一個束縛啦，名為 AAVA 嘅類比可變增益音量控制系統啦係正式啦橫空出世嘅。咁呢一個系統最革命性嘅地方啦，就係在於啦佢係完全捨棄咗啦係傳統靠電阻去擋截信號嘅調節方式啊，改為啦係將輸入嘅音樂信號咧即時啦係轉換成16組唔同大小嘅類比電流組合啊。當用家啦喺扭動音量旋鈕嘅時候啦，背後啦其實啦係由一粒 CPU 啦係進行極之精準嘅電流切換同埋重新組合噶，由源頭避開咗啦係傳統電阻對於音質嘅破壞啊！呢一種非傳統嘅阻抗調節方式啦，成功做到咧係令到音樂細節啦達到零流失嘅至高境界啊！不論啦，用家將音量啦係開到啦係震耳欲聾啦，抑或啦係調低到啦係好細聲啦，聲音嘅解釋度、動態範疇啦，以及係左右聲道嘅完美平衡度，全部啦都係保持到啦係100%嘅完美啊，毫無損耗嘅。咁呢一項技術當初啦，因為係成本極高啦，僅啦係裝備喺天價級嘅30週年旗艦前級 C2800身上啊。不過啦，由於實際效果實在啦係太過震撼啦，獲得啦係無數嘅人嘅一致讚賞啊。時至今日啦 ，AAVA 咧已經啦係跨越世代，全面普及啦，並且係下放到品牌旗下所有嘅合併式擴大機入邊啦，成為咗金桑子另一個啦係引以為傲嘅生招牌噶。喺2022年啦 ，Arcade-Phase 咧就迎嚟咗創立50週年嘅金禧紀念啦。品牌啦就正式啦係步入咗半個世紀嘅光輝歲月啦。咁為咗慶祝呢一個黃金嘅里程碑啦，設計團隊啦由2020年起啦就陸續推出啦多款啦係冠以50週年紀念嘅頂級旗艦器材啊。當中啦最具代表性嘅黃金系列代表作啦，莫過於啦係作為金禧頭炮極之精密嘅旗艦前級 C3900。以及啦係喺2022年登場純 A 類單聲道旗艦級別 A38啦，咁呢幾部嘅紀念機型啦，將傳統嘅類比放大工藝同埋電路佈局啦，係推向咗啦係近乎物理極限嘅至高境界啊！喺發燒圈入邊啦，係贏盡口碑噶。喺步入新嘅時代啦，品牌咧亦都係大刀闊斧咁樣啦，係去擁抱數碼串流啊！
喺堅持傳統精工硬體嘅同時啦，研發團隊啦係全面優化咗啦，係可擴充嘅內置 DAC 數碼串流選配模組啊。例如啦，係最新一代嘅 DAC60 擴充卡。咁呢一種靈活嘅插卡式設計啦，為高解析度支援提供咗啦係極佳嘅解決方案啊！成功啦係令到傳統嘅發燒擴大機啦，可以啦係直接透過 USB 光纖或者係同軸線纜接駁屋企嘅電腦、server 或者係串流播放機啊！咁完美解碼 DSD 以及啦係各種高規格嘅高解析度音訊啊！時至今日啦，雖然音響科技啦已經係日新月異啦，但係 Arcade-Phase 咧依然啦係堅持住嗰一份啦係不滅嘅工匠信仰啊！品牌至今啦，依然啦係拒絕盲目擴大生產線，所有嘅器材啦，依然啦都係堅持喺日本橫濱總部由資深嘅技師啦係進行純手工組裝㗎。每部機器喺出廠之前啦，都必須啦係通過極之嚴苛嘅全功能儀器測試，同埋啦係真人嘅對比聆聽啊，確保啦係品質達到無懈可擊嘅水平啊！呢一種將傳統類比靈魂同埋係現代數碼便利完美銜接嘅堅持啦，正正啦就係金桑子啦，可以啦係喺高級 Hi-Fi 界延續不老神話嘅真正原因啊！好啦，咁今集關於 Arcade-Phase 嘅故事咧又差唔多啦，咁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同埋感想咧？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啊！咁我哋咧就下條片見啦，拜拜。